大家好，我哋萬利最近推出咗一款全新嘅布簾產品 Easy 簾。咁咩係 Easy 簾呢？佢係根據標準化工藝同固定款式去生產，可以大大縮短定製時間，半人手半自動化設備。一方面提高咗效率，另一方面又可以減少人工成本，出貨時間咧係快咗成倍以上嘅，特別啱做工程項目或者趕工期嘅訂單。而家咧就同你詳細講解下 Easy 簾嘅工藝標準。Easy 簾咧係用兩倍布嚟做嘅，窗簾頭兩隻折高10公分，窗簾腳都係一樣折高10公分嘅，兩邊車邊折3.5公分。提供魔術貼腰帶，並且經過高溫定型處理。窗簾嘅高度唔可以超過2.65米，闊度5米以內。另外，如果你想用自己訂購嘅布料，都可以寄俾我哋加工嘅。我哋而家提供代工服務。以上就係全部介紹。如果有乜唔明白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萬利同事了解詳情。多謝大家。